将伊的记忆免啊去做传承。这是我希望今天透过我们的记者会或展览。第二个，当然我期望的是，尤其看到徐老师愿意为了这一些的更生人，他愿意到我们的监狱去把这一些的受刑人学一技之长，能够将来能够到社会，他能自力更生。刚才也跟叶典狱长谈了，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叶典狱长看到这个报道，他就用电话去寻找了徐老师，到云林、到澎湖、到台南，把这一些的受刑人希望有学的一技之长。这一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一些受刑人将来的更生人，他不要再造成我们社会的负担。的这一些的作品跟这一些来将这个技艺能够传承，所以我就跟徐老师说，是不是能到我们真卡啦应征来给咱褒奖他就一口来答应了。所以答应了以后，我们就来准备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才有今天成就这样的一个舒适的因缘。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也来跟各位来分享。其实我们从老家1885年开始整修以后，就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传统的技艺流失了，所以我们4个兄弟就决定怎么把这一些技艺能够留下来。所以我用了6年的时间。他的那个爱心被我感动了，我觉得他有30年的这一种实惠的技艺，他愿意来帮更生人，所以我想说，因为他有这个一念心跟爱心，来愿意让受刑人有这样的一个记忆。那我想这个记忆最重要的是将来怎么能够去给他来让社会大众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那这个作品当然就是要透过展览，透过这个徐老师以不断的去来跟大家来做融。老师也讲了，足惊啊，这样物件无失传去啊，所以失传我们就希望说，我刚那个央请那个徐老师能在驻村嘛，艺术驻村，来把我们永进彰化能做一些带动，对。